好，来继续来看邮局的系统大小道。早起8点35分左右，全台湾邮局的自动提款机甲伫领钱、汇钱的柜台，因为系统无正常，隆重停摆。真侪人走去邮局要来办业务，拢无法度办。邮局是紧急来抢收，经过将近2点钟，伫早起的10点20分，这系统才陆续恢复正常。即马电脑迄个宕机啊，毋知影你内底有无？ 电脑已经停机故障啊，想要领钱、要寄钱，拢总袂使。全台邮局下晝8点35分左右，系统出现异常，民众只会当留下联络的方式，等系统复原才去通知。当然会觉得不方便，对啊。为什么？啊？怎么因为我要缴费的话，我还是一样跑原来的地方缴嘛。若是窗口业务拢停啊，这几排 ATM 有大过时，拢总袂当用。 我刚刚已经来一趟了，我想说应该买菜回来可以用，结果现在还是不行啊。经过抢修了后，伫早时10点20分，系统陆续恢复。还好吧，我很幸运吧。很幸运就刚好恢复。对。邮局系统故障已经不是第一届啊。邮局表示讲，是因为这个主机系统修补停是异常，但是民众也无钱，造成不少困扰，嘛希望这款的事件莫阁发生。